咱台湾各地的莲友，这技术团体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那么，差不多前3、4礼拜前啦，就是今仔日的前的时间，似乎呢，看到台湾这个疫情啊，安尼爆发啦，发生对咱台湾造成太大的伤害，人民百姓呢。 伊无法度正常的上班，无法度得到一个真正当的薪水，安尼，真济艰苦人、最基层的人，拢无饭通食。咱看到真济电视的媒体安尼伫介绍，咱看了真伤心嘛吼，真伤心。虽然咱道场呢生活真稳定啦，真正常。 不过，咱人都有恻隐之心嘛，有迄个同情心就对。咱看到迄个画面啦，真济少年人去警察局咯，安尼去分啊，去讨一顿饭通食安尼就对。这种的状况，咱看了，哇，迄内心内底，迄种安尼悲惨就对，迄种悲惨吼，就安尼无法度用话来表达。 所以师就赶紧入去禁足啦，禁足7天，希望呢求诸佛菩萨来加庇，龙天护法来照顾，互咱台湾呢赶紧会当方向看见啊呢，大家安尼生活慢慢回归正常，咱就为着这件代志，师就入去了后呢，拄要出来，第7天到第6天的暗时，就突然间做一首歌就对，咱全民同心，希望台湾人啊，大家疼惜咱台湾这片的土地，毕竟咱是伫遮土生土长的人，所以咱出世伫台湾，爱护台湾，疼惜台湾，对台湾爱重视。 对人民呢爱照顾，所以这都是咱这个心就对。所以师父呢，号名叫做全民同心。那么这条歌，师父就唱给恁大家听，好。 是台湾情，台湾是自由的好所在，无分南北，无分东西，咱拢是一在共这阵。你我有缘。 唔通结怨，唔通结仇，因为咱是善良的台湾人。台湾是台湾情，台湾是美丽的好所在。 不管是活，不管是汉字，咱拢是同款的命运。你我有缘来到底，唔通我黑，唔通我红。 善良的台湾人，唔通对你，唔通伤害，互相疼惜才有好将来。唔通对你，唔通伤害。 互相疼惜才有好将
将来。最后毕竟都是因为咱是台湾人，土生土长，所以咱真关心台湾的前途。台湾的人民百姓，大家若会当生活稳定啦，大家安居乐业，咱看了真欢喜就对啊呢，看了真欢喜。啊，咱出家人呢，拢有一点心叫做护长如己啦，如己爱护咱家己，就亲像爱护别人同款迄个心，因为咱对咱家己上疼惜嘛，上注重嘛，上重视。咱若将咱关心家己的心来关心众生就对。护人如己啦，保护别人就参像家己安尼的心，够意。咱有法度心怀着慈悲啊，安尼视民如亲就对，甲百姓当作咱的亲人，安尼甲对待，苦民所苦啦，会当百姓苦，就是咱的苦。百姓若是安尼有破病，咱就感觉更亲像咱伫破病共款。百姓若是生活遭受到真大意外的灾难，咱嘛共款有这当时的这个作物迄种的感受就对。所以今仔日咱有迄点心，所以突然间佛菩萨慈悲啦，当互咱有一点仔灵感安尼。会当做这首歌来甲咱所有台湾人结缘，希望透过咱大家共同安尼来提倡、来宣扬全民同心全民一心。咱全岛是同岛一命嘛，同岛一命，咱是共一个命运就对，共一个命运，所以唔当去分你甲我，大家会当合作团结。未来咱台湾都进入前途，真感谢咱各位，阿弥陀佛。